公園搞啥誒？露台停電阿哥啲公園搞啥誒？露台停電阿哥啲公園搞啥誒？弟弟跟着哥哥在公园玩沙子。弟弟跟着哥哥在公园玩沙子。弟弟跟着哥哥在公园玩沙子。前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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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途。後生人愛散芒打兵，將來怎會有好前途？後生人愛散芒打兵，將來怎會有好前途？後生人愛散芒打兵，將來怎會有好前途？年輕人要努力打拼，將來才會有好前途。年輕人要努力打拼，將來才會有好前途。年輕人要努力打拼，將來才會有好前途。底杯，底杯，底杯。裡面，裡面，裡面。也見雜貨店底杯買嘅東西當便宜。也見雜貨店底杯買嘅東西當便宜。也見雜貨店底杯買嘅東西當便宜。這間雜貨店裡面賣的東西很便宜。這間雜貨店裡面賣的東西很便宜。這間雜貨店裡面賣的東西很便宜。文章，文章，文章。文章，文章，文章。伊嘅文章真緊寫到當好。伊嘅文章真緊寫到當好。伊嘅文章真緊寫到當好。他的文章真的寫得很出色。他的文章真的寫得很出色。他的文章真的寫得很出色。封面，封面，封面。方面，方面，方面。總先生係地理方面嘅專家。總先生係地理方面嘅專家。總先生係地理方面嘅專家。張先生是地理方面的專家。張先生是地理方面的專家。張先生是地理方面的專家。新聞報道說，台灣學生都睡眠不足，都是那種洗傷害的吧？我還有。川哥，老嘞，嘿妹，水唔提裝大走落好搞啊！你在幹嘛嘅啊？我是為了讓你們練習的時候可以開心一點，安全一點，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幫你們做的事情，草某。啊，你研究正經好重點專攻啊，奇怪怪的。乖乖。今後參加啦這個考試就變難的啊，我每次都奇怪怪的。唉，我本冬天附帶快就好嘞。嘿妹，我唔出啊，我來買晚餐冇啦。我東東啊！